哎，送我回家。叶小姐，你到家了。你打算怎么对我负责呀？在你还能活着离开之前，最好马上滚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提起裤子就不认账？昨天晚上我被你折腾的可差点去见太奶奶了，7次啊！我闭嘴！这里是50万，拿着赶紧消失，不要让我再看见你。哼，你这是把我当鸭子吗？哥好歹也是新时代4眼青年。哼，有骨气，那你就别要。哎，得加钱，50万就想把我打发了，你也太看不起我了吧？昨天可是我的初夜，一口价500万，少1分都不行。你这个混蛋，你简直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。不想给钱也行啊。昨天晚上你把我折腾成那样，今天我要报仇。今天晚上你让我……你做梦！你要是再敢碰我的话，我一定让你生不如死。别动！别动！你干什么？江愁已经走了，他们应该只是恐吓你。不过你到底得罪了什么人？昨天被人下药，现在连枪都用上了，拍电影啊！你看够了吗？赶紧从我身上下来！这哪能看够啊？有一说一，你这身材真挺好。滚！这200万就当做是给你刚刚救我的报酬。算了，我可不要，连枪都用上了，你这钱肯定不好拿，我担心没命花，你还是别害我了。这就怕了？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，我只是不想给自己惹上不必要的麻烦。昨天我已经失去真子度，我可不想把自己的小命也搭上去。你就是个王八蛋！没事的话，我先走了，有事也别找我。再见，江湖不见。滚！看什么呢？这么起劲儿！方哥，你来了！快看，爆炸性新闻！江州第一美女酒吧买醉牛郎事件，这么劲爆！我操！咋了，方哥？这女的，我昨天晚上睡了。方哥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你还兼职做牛郎呢，这行业很赚钱。你能不能给我也介绍个富婆啊？富贵，脑子是不是进水了啊？那房客的话你也能信？你知道这女的是谁吗？啊，就是，她可是江州叶家的大小姐，元雅集团的总裁叶芷涵。他们家可是江州排名第2的世家。像她那样的人，身边追求者无数，咋可能找鸭子？这新闻肯定是假的。谁不说是吗？哎，人家就算是找了，那也得是一晚上10几万，那大帅哥猛猛干，瞅一方哥的小体格子，他值吗？不是，范哥，你又耍我！哥什么时候骗过你？我身上还有他给我种的草莓呢。看啊！节奏正在跳跃，音乐在狂叫，要我们 get down。叶小姐，您来我们这儿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找人。叶小姐，您找谁呀？我找他。
我找他。凡哥，你跑啥？人叶小姐找你呢。别了，我不认识什么叶小姐，我还是赚钱养家的。让怎么这么快就不想负责了？昨天晚上在床上的时候，你是怎么跟我发誓？妈，我没听错吧？凡哥，这跟叶小姐睡了？不可能，这比杀了我还难受啊！那可不咋的。叶小姐，对不起啊，你穿上衣服我没认出来。陆凡，哎，叶小姐，我不都是说了吗？我不要你的钱，咱们俩两清了。你说两清就两清了，我同意了吗？那你想怎么样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也是受害者，我可没钱给你。谁稀罕你那几个臭钱啊？你现在拿上你的户口本跟身份证，跟我去民政局领证结婚。什么？我又没听错吧？叶小姐要跟凡哥结婚，这世界太疯狂了吧！这豪门大小姐要下嫁给一个外卖小哥，你别得寸进尺啊！我已经把前半生最珍贵的东西给你了，你现在还要害我后半辈子，你太过分了吧你！你这个混蛋，怎么跟我结婚很委屈你吗？没有，我就是啊，不喜欢太主动的你。渣男，我看你就是不想负责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打住！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玩一哭二闹三上吊呢？说吧，跟我假结婚，除了应付家里，还有什么原因？你怎么知道？猜的呗。像你这种年轻的大小姐，除了应付家里逼婚，还能为什么？不过你昨晚被人下药，今天早上被枪手追杀，现在又来找我结婚，我猜是不是有人威胁你，不允许你答应？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我聪明呗。不过你有一件事确实说对了，我的确遭到人的威胁。我家里逼我嫁给赵一成，那个无恶不作的人渣。赵一成也放出话来，非我不娶。现在又有人威胁我，说我要是跟他结婚的话，就要杀了我。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只能来找你结婚。只要你跟我结婚，这两件事就都能解决了。我现在就可以给你500万。1年之后我们离婚，互不相欠。哥不缺钱。你跟你小姨住在这城里的棚户区，白天跑外卖，晚上做代驾。你省吃俭用就是为了给你小姨省钱治病。你跟我说这叫不缺钱？你调查我？我只是想要多了解你一点。我警告你，别打我小姨的主意，否则你会死得很惨。混蛋！我以后再也不找你了，我就当我昨天晚上被猪给拱。不是，哎，叶小姐，凡哥，你真不打算答应叶小姐吗？人家都哭了。富贵，哥告诉你，不是女人哭了你就得哄，别瞎操心了，开工了，走。哎，凡哥，你是怎么泡到叶小姐的？你教教我呗，我也想找个富婆大小姐当老婆。哥的魅力你不懂，这种大小姐最麻烦了。你呀，还是找个好女孩吧。有道理。凡哥，小心！富贵，不，坚持住，送去医院。陆凡，你没事吧？叶子涵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就没走，一直跟在你后面。快上我车，我送他去医院。喂，你就是昨晚和叶芷涵在一起的小子，我警告你，现在就滚出江州！有病！你敢挂老子的电话，你会后悔的！你快放！小子，这次撞的是你朋友，下次就是你的。先给你个小小的警告，明天晚上之前再不滚出江州，你的下场只有死。你敢对我朋友动手，我敢保证，这是你这一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一件事情。陆凡，怎么了？叶小姐，辛苦你送富贵去一下医院，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，先走了。哎，你要去哪儿？我要去找那辆肇事车，去找他们谈谈。我跟你一起去。
他们是我公司的保镖，我让他们送富贵去医院。这件事是因我而起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我跟你一起去吧。来，门口那辆帕萨特的司机是谁？出来！你小子他妈找茬是不是？我脾气不好，你最好不要跟我废话。你一个送外卖的渣渣，敢这么跟我说话，活腻了吧？陆凡，小心！住手！好了，老大，就是你安排人撞我兄弟的。是我，有点能耐，这么快就找到了。敢对我朋友动手，我保证这是你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情。少在这妖魔！我老大说，叶小姐不是你可以染指的，2天之内从江州滚出去，否则下一个躺的医院就是你。你老大是谁？为什么要安排这些事？问你话呢？你老大是谁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也配知道我老大的名字？不说是吧？没关系，咱们事情一件一件解决。你们刚才谁开的车？老子开的。怎么了？承认就好，下辈子别开车了。敢！下辈子别开车了。敢！一个臭送外卖，还把自己当神了，我弄死，跟你姓！你不要！你！送外卖的怎么了？送外卖的照样能要你的命。能打有个屁用！能打10个，能打200个，老子外面有200号人，我不相信你都能把他废了。你说的是门口那帮人，正好啊，一起解决也省事儿。小子狂妄！现在了还敢挑衅我200个，我真不知道死字怎么写。陆凡，别逞强，现在人太多了，这事你根本解决不了。一群土鸡瓦狗啊，就算凑在一起也上不了台面，我解决得过来。你单枪匹马的根本斗不过他，你只是个送外卖的，没必要逞强。现在后悔晚了，只要我一声令下，你们全部都得完。废话真多。叶小姐，你要记住2点：第一，你面前这个男人很强；第二，永远别忘了第一点。30秒，我要让外边那群杂碎全部躺下。都给我听好了，小子，我打死剁成2块！陆凡，小子死定了！你那小白脸也不中用啊！啊！把那小子的尸体给我抬起来！陆凡，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打败这么多人？陆凡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连200个人都打不过你。小菜一碟而已。行了，我现在要办正事，女人让一边去。
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整件事情谁指使？弄死我！老子！再不说，直接送你上路。不要！我说，是白凤指使我的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对付叶大小姐。既然是他，你认识？白凤，道上人称白姐，是东城区的扛把子，放在江州也是数得上号的大人。可是我跟他没有任何矛盾啊。行，叶芷涵的事情解决完了，那你撞我兄弟是？我赔钱，给2万！操！打了要饭！我兄弟这医疗费、误工费、修车费、精神损失费，一共20万。给钱20，溜子，给钱！陆凡，对不起啊，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话，你的朋友也不会出事了。你帮我送富贵去医院，我帮你查清幕后黑手是谁，咱们2个亲。怎么就两清了？结婚归结婚，你想找人演戏，我陪你演。这件事情结束了，懂？再见。陆凡，这是你逼我的。小姨，吃个橘子吧。你怎么在我家？我来看小姨啊。你把我说话当放屁了是吧？臭小子，怎么说话呢？这没礼貌。是我请芷涵进屋的，你坐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小凡啊，芷涵呢已经把他跟你的事儿都告诉我了。你是男人，要有担当。小姨，这件事我也是受害者。屁话！这是一个男人应该说的话吗？你这叫推卸责任。小姨，这件事确实也不怪他，我也有责任。他要是实在不愿意的话，那就算了吧，我走了。芷涵，坐下，你哪儿都不用去。这件事情啊，小姨替你做主。芷涵这个媳妇儿呢，我是认定了。既然你们已经结婚，那你就应该承担起责任。再敢说这种不三不四的话，小心我敲你！谢谢小姨。姨，是你外甥，你怎么胳膊肘向往外拐？他给你灌什么迷魂汤？我呀，就是喜欢芷涵这又乖巧又懂事的样子，比你强多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芷涵呢，现在既然已经是咱们陆家的媳妇儿，那她的事儿就是咱们陆家的事儿。你打算怎么办呀？先去见见白凤，看看他到底想搞什么鬼。既然你要见她的话，我这有个东西，说不定啊，你能用得上。你看见白凤呢，就把这把刀让她看看。小姨，这是一位故人给我的。白凤看到这把刀，应当会适当的给你提供一点帮助。真的假的？试试呗，要是没用的话也无所谓，反正一个小小的白凤对你又构不成什么威胁。这是我的事，我也要出一份力。陆凡，我跟你一起去见白凤。你算了吧，你这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的，到时候只能添麻烦。你老实在家待着吧。小姨都承认我是陆家的媳妇了，我当然要一起去了。你不许丢下我！我说不行就不行，到时候打起来我还得照顾你，麻烦死。小姨，他欺负我。小姨，你要替我做主。小凡，不许欺负芷涵，他想去你就带他一块去嘛。以你的实力，就算多带上10个也无所谓。小姨，听见没？小姨都同意你带我去了，你要是不带我去的话，你就是不听小姨的话。芷涵啊，一会儿呢，我把小凡的电话给你，你有事儿你就直接给他打电话，他随叫随到。他要是敢欺负你，你就告诉小姨，小姨呀，替你做主。谢谢小姨。走吧，叶大小姐。小姨，那我走了。
待会儿进去了之后好好说话，不要激怒他们，知道了吗？叶小姐放心，我是讲道理的文明人，不乱来。你最好是。真啰嗦。慢着，会所还没营业，晚点再来。我是来找白姐的，我是叶家大小姐叶芷涵，想找白姐见一面。你就是叶家大小姐啊？白姐在忙，你在外面先等会儿，等白姐不忙了，我再通知你。那个送外卖的，赶紧滚！这不是你来的地方。他是我老公，跟我一起来的，你给我放尊重一点。老公，没想到堂堂叶家大小姐找个外卖员当老公，美女，你口味还真是独特呢啊！宋子，让他出来见我。兄弟们，有人闹事！谁在闹事？谁？别，我们不是来闹事的，是来找白姐商量事情的。放屁！有你们这么谈事的吗？我看你们就是来闹事的。是谁动的手？先留下，一手一脚。再见，白姐。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事，你娘们跟着掺和什么？老实待着。陆凡，你别说话，交给我来处理。我说话你听不懂是吗？最后，给你3分钟，让白凤出来见我，要不然我就把这儿砸了。哟，这送外卖，他妈房子没边了！兄弟们，给我说的大！住手！住手！快点！已经很久没有见这么冲的年轻人了。白姐，陆凡他不是叶小姐，你的事情我们待会儿再说。是你废了黑豹的2条腿，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？不知道，说来听听。上个月有人在我这儿闹事儿，伤我一手下，我找人卸了他的4肢，剁成肉馅喂了我的藏獒，剩下的身体现在还在南郊的一个风景里。白姐，陆凡他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你看这要赔偿多少钱？我替他赔。让你说话，掌嘴！真啰嗦！你敢打我？打挺大！怎么，你不能打吗？再打试试。手感不错。叶姐，给我废了他！我要一刀一刀的削死他！是。住手！你怎么会有这把刀？看你的表情，应该是认识。所以现在你是想继续废掉我4肢，还是咱们换个地方？小子，真他妈搞笑！拿半把破刀出来吓唬人，你怎么不去死啊？白姐，闭嘴！刚才都有得罪，还请您见谅。陆少，您要是方便的话，我们上去聊聊。好啊，我先跟白凤上去谈谈，你回车里等我。是一起来的，当然要一起走了。没想到你这娘们还挺讲义气。你放心吧，我不能把你的事搞黄。去吧，啊！哎呀，谁关心这个了？我是怕你自己一个人上去，不放心你。叶小姐，你放心吧，我跟陆少只不过上去谈点事情。走吧，走。陆少，请。哎，这位美女，我一会儿还要送外卖，你这是想害我酒驾？不好意思，是我考虑不周，果汁可以吗？你就不怕我真的杀了你？你应该庆幸你身上没有杀气，要不然现在就是个死人。陆少，留手！
现在可以好好聊天。陆少，小女子有眼不识泰山，刚才对我得罪，还请您见谅。行了，别说废话了，我一会儿还要送外卖。说说吧，这把断刀跟你什么关系？这把断刀是我的，当年我被仇人追杀，幸得一位高人所救，我便把这把断刀给了他。只要以后有人拿这把刀来见我，不管任何差遣，我都在所不辞。不过，请问陆少，您是怎么拿到这把刀的？断刀是小姨给的，难道当年救白凤的人是小姨吗？小姨让我拿刀来见白凤，莫非是想让我收服白凤，为己所用？当年救你的人是不是姓陆？是个女人？正是。斗胆请问一下陆少，这位高人和您的关系是？她是我小姨。对了，你当年说的话还算数吗？有人拿着这把断刀来找你，任何差遣你都在所不辞。陆少，您说笑了。小女子虽然不才，但是最起码的诚信我是有的。我这条命都是您小姨给的，别说是差遣了，只要您小姨需要，就算是要了我的人头，我都不会皱一下眉的。没那么严重，不会要你命的。我问你，指使给叶芷涵下药的人是谁？陆少，叶小姐的事情有些棘手，如果您参与到其中，肯定会招来麻烦的。你以为我想管吗？别说废话了，直接回答问题。是，让我给叶小姐下药并威胁她的人是赵家大少爷赵逸晨。赵逸晨给了我1000万，让我把叶小姐送给他。江州排名第1的那个赵家。没错，赵家在江州虽算不上是只手遮天，但是也算是这座城池的当家人，掌控着黑白红3道，而包括叶家在内的所谓其他几个豪门，跟赵家相比根本不值一提。不过据我所知，赵家幕后还有高人在。赵家背后还有大人。没错，赵家掌控着江州的黑白红3道，而黑道就是我。有点意思。叶芷涵的事情你继续关注着，赵家那边有什么动静立刻告诉我。另外帮我查一下是谁打伤我小姨的。我先走了。哎，陆少，那我送送你。恭送上。陆凡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事情都已经解决了，白凤也不会再找你麻烦。你怎么解决的？白凤被我的王霸之气所折服，让我当老大了，所以啊，我就随便跟他说了几句，以后他不会再找你。说什么呢你？他怎么可能认你做老大？快说，您刚到底说什么了？我跟你说了，你又不信。行了，事情已经解决了，你赶紧回家吧，我还要上班呢。啊！我要去红宁集团要回欠款，你陪我一起去。红宁集团？红宁集团欠了我们3000万的欠款，没有这笔款项，我们的业务很难展开，所以没兴趣，不想去。陆凡，你这个混蛋，谁欠你的帮忙？我自己也能把钱要回来。小叶，你又做我最喜欢吃的回锅肉了，我在走廊都闻到香味了。臭小子，闻着味儿回来了吧？赶紧的啊！今天啊，给你煲了鱼头汤。哎，小潘，叶小姐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其他家族内斗，有人不想赵叶联姻，所以故意使绊子。白凤只是一个小角色而已。赵家能在江州做大，背后的实力不容小觑，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吴家的小动作呢？估计啊，是在等待时机而已。你现在得罪了赵家，又坏了吴家的计划，已经成了众矢之的了。多注意安全，可不能轻敌了。几个不入流的家族而已，我根本都不放在眼里。哪位？陆凡，我在红宁集团董事长办公室，救我！麻烦。嘴上说着麻烦，跑得比谁都快。我在曹红宁董事长办公室，你快来救我！曹红宁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曹红宁，你别过来！我警告你，你要说乱来的话，叶家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叶家算个屁呀！
老子可是赵少神。今天可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，我就要好好享受享受江州第一美人的滋味。是，把这些假期和江州第一美女的爱情动作片一定要保存下来，以后慢慢欣赏，说不定以后有客户想要欣赏，还能出个好价格卖。好的。你混蛋！刚刚已经给我老公发消息了，他马上就会到。你刚才没听清楚我说的话是吧？你还真以为你是之前的自己，一条消息就能把赵大少爷叫来？你太天真了吧！他现在啊，恨不得要把你浸猪笼子。他又不是我老公，不是赵一晨，哎，该不会是这个臭送外卖的吧？我警告你啊，我老公身手很厉害的，你要是敢对我做什么的话，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你真是太幽默了！你该不会真以为一个臭送外卖的能跑到我这里，把你安然无恙的带出去？别走，你老公还没有到，要不我们先热个身，等他来了，我们正式开始。你这个混蛋，你放开我！姐夫，我本来就不喜欢打女人，你就别再逼我了。今天你是不可能从这里完整的走出去的，最好老实点，别自讨苦吃了。再说了，你都跟一个不认识的外卖小哥上床，别在这里给我装清纯了。别过来，别过来！放心吧，我会很温柔的。你放开我！哟，还有录像，曹导玩的挺嗨。原来就是你小子给赵超戴的这帽子，胆儿挺肥呀！竟然敢一个人过这儿，只可惜我今天让你又来无回。是吗？我还想看你怎么留住。混账！这送外卖的还跑到这里来放肆，嫌自己活得不耐烦呢？马上给我滚出去！好小子，打我的人，好大的狗胆！老子最讨厌霸王硬上弓的人，都他妈什么年代了，你还想白嫖？哟，哼，小子，你知道老子是谁吗？师傅，要不我就让你死葬身之地！哼，吓死我了！老子还有好几个单没做，没空跟你扯淡。走吧。别往那这里，谁敢走？曹总，你敢伤我的腿，我他妈弄死你！哟，嘴还挺硬的，你想怎么做？我要废了他！李志涵，我警告你，不要乱来啊！岂不让你见不了明天的太阳！你很喜欢玩女人是吧？你很喜欢玩女人是吧？还有你，这种助纣为虐的事儿，你应该没少干。不要过来！我警告你们，我刚才已经给白姐发过信息了，她马上就会赶过来，你们都得死！白姐，白凤，哼，知道怕了吧？白姐和曹总可是好朋友，她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好啊，那我就等着他，我倒要看看他怎么不放过你。事没你的事了，你先回去。不行，我还没收到钱呢，还不能走。他们公司欠云雅集团3000万，我今天之所以过来这里，就是因为他打电话说让我过来拿钱。云雅集团的现金流现在已经很紧张，要是拿不回来这笔钱的话，我们公司就很危险。行，那等他来了再说。把衣服穿上，要不然别人还以为你暴露狂。你才暴露狂！谢谢啊。别谢了，我就知道跟你这种女人扯上关系肯定没好事儿。果不其然，这麻烦一件接一件，真不知道以后还有什么乱不七糟的事。白姐，你祖孙来了，快让你的人给我废了他！
我留口气，让他生不如死。见过陆少。白姐，你认识他？他是什么人啊？陆少，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您在这里。听说你跟他是好朋友？没有的事情，我跟他是通过赵逸晨认识的，后来他时不时的出钱让我帮他处理一些棘手的事情而已。哦，陆少，不知道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也没什么大事儿。这位曹老板看上了叶大小姐，1分钱不出就想白嫖。然后呢，叶大小姐不同意，他就想强。你会不会说话呀？说话怎么那么难听？曹红宁，你他妈真是活腻了！陆少，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个人？看他这德行，从今天之前应该没少活，能活到现在也算够，你看着办吧。明白。陆大少爷，你饶了我吧！你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，我再也不敢了。白姐，求求你，给陆大少爷出口气呀，让他饶我一条狗命啊！白姐，曹红林毕竟是赵逸晨的人，如果现在杀了他，可能会得罪赵家。那我如果一定要他死啊？既然陆少已经发话了，不要顾虑那么多。是。我愿意赔偿。如果能放我一条生路的话，我现在立刻马上让财务把前运雅集团的全货盘转过去。另外，我还愿意多支付500万来赔偿叶小姐。打非要饭的，这是你的地盘，我也不让你难做。1刻钟以后，如果没有4000万的资金打到云雅集团的账户上，就送他上路。请陆少放心，他不敢不准。曹老板，我知道你肯定会找我报仇，我先给你提个醒，有什么手段你可以尽管冲着我来。如果你再敢动我身边其他的人，我保证杀了你全家。说到做到。陆凡，今天真是谢谢你了。你还没吃饭吧？走，我请你吃饭去。你可别害我了，跟你去吃饭，肯定又给自己找一大堆麻烦。你先回去吧，我还得送外卖。衣服记得改天还我啊，这可是我半天工资呢。我就那么讨你嫌呢？连跟我再多待1分钟都不愿意。大姐，你这是富人不知穷人苦。就算你躺在家什么也不干，公司也能自行运转，帮你赚钱。而我呢，一天不上班就没有收入，我又得交房租，又得给小姨看病，你说我哪有时间陪你？红泥集团的款到账了，把你卡号给我，我把那多余的1000万给你转过去。你今天就不用上班了，陪我去吃饭吧。不要，那是你的钱，给我干什么？你不是说你缺钱吗？怎么我把钱送到你面前，你还不要？君子不吃节来之食，我可不想当吃软饭的小白脸。下去。我不管，你今天要是陪我去吃饭的话，就跟小姨告状，我就说你欺负我。哼，拿着鸡毛当令箭是吗？你以为我会怕吗？笑。你要是敢走的话，我就给小姨打电话，我就不信小姨还治不了你。打吧，今天我要是听你一句，我名字倒过来写。3、2、1，上车。这好吃啊！你别管了，开车出发。这，你说请我吃饭，就是你亲自做？怎么啦？我自己做你还不满意啊？我告诉你，你可是全江州第一个吃到本大小姐手艺的人。你以前做过饭吗？没有啊，不过我看过我们家厨子做饭，我感觉挺简单的呀。你确定你做这东西能吃？你瞧不起谁呢？我待会儿就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大厨。去，帮我把微波炉里的8个鸡蛋拿出来。你说你把什么放进微波炉？鸡蛋啊！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它会爆炸。去，洗去，脏死了！在你家吃个饭，差点把命都搭上。
嘴硬心软，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。叶涵，你没事吧？我刚刚不小心把脚扭伤了，你快帮帮我。啊，你可别趁人之危啊！快把我放床上去。你想多了，我陆凡不是那种人。你去把那个跌伤药给我拿一下，我的腿现在疼的受不了了。啊，是这儿吧？放松点，要不然药效进不去。不愧是大集团的总裁，这皮肤保养是真好。你再让我便宜，我就不让你抹药了。这个男人认真的时候还蛮帅的，平时怎么就那么讨厌，就喜欢欺负我。怎么这么看着我？叶小姐不会对我情根深重吧？你这个人怎么正经不了一会儿？你出去吧，我腿现在不疼。父亲，喂，哎，我爸找你。喂，我是叶振航，陈涵的爸爸。半小时后，真逸轩408包间，我想见你。有点意思。叶振航找你说什么？没说什么，他约我在甄逸轩见面。甄逸轩，你听过啊？当然听过了。甄逸轩可是江州最高端的贵族，没有之一。这么熟，你去过？叶振航都快把他当成家了，我都替他挡了不少酒费。他找你去那干嘛？去了不就知道了。走吧，叶大小姐，正好搭你的车。叶振航准备灯红酒绿花天酒地，沉溺在各家酒吧会所，是江州出了名的废物。基本上家里的正事啥也不管。他这次找你，估计没安好心。他好歹是你爸，你不这么说。我倒希望我没有这个爸。您二位是陆凡先生与叶小姐吗？两位请跟我来，叶董已等候多时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喝。叶董，陆先生与叶小姐到了。陆凡，志航来了，哎，快过来坐。你们别跳了，把音乐关了，陪我女婿喝两杯酒，把我女婿陪好了，小费少不了。哈哈哈！去，上一边去。叶振航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今天叫陆凡过来就是玩的，不就是喝两杯酒吗？哪个男人不这样啊？陆凡，这个怎么样啊？哈哈哈哈！黄经理，换一批小梅进来，让我女婿挑挑。哈哈哈！叶振航，你无耻！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。陆凡，我们走。哎，走什么呀？我还没陪叶董喝两口，叶董这是真性情。如果你看不惯，你可以先回去。走，打死你！管你了。哈哈哈哈！这才对吧？会所新来了几个新的女大学生，要不一起叫过来你看看？如果你不喜欢清纯的，就给你换几个洋妞，保证给力。今晚所有的消费我买单。多谢叶董，不过我已经配合你把叶志涵气走，有什么话你可以直说了。陆凡啊，我希望你能到云养集团帮他一把。陆凡，只要你答应我，好好照顾小韩和集团，我保证我死后
整个叶家和整个云雅集团都是你的，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叶总，我就是个外卖小哥，你跟我画大饼没有用。我在跟你说正经事儿，你却在跟我打哈哈，这有意思吗？如果你只是一个外卖小哥，白凤怎么会对你俯首称臣？你怎么敢公然的跟赵家抗衡？你连赵一晨都不怕，这是外卖小哥能做的事吗？你还准备装到什么时候呢？我真没装，我就是会点三脚猫的功夫而已。不过你跟我这么掏心掏肺，对我承诺了这么多，不会是就因为我跟你女婿？要不是我女儿看上你，我早就把你沉江喂鱼了。你还准备装到什么时候呢？我真没装，我就是会点三脚猫的功夫而已。不过你跟我这么掏心掏肺，对我承诺了这么多，不会是就因为我跟你女儿睡过？要不是我女儿看上了你，我早就把你沉江喂鱼了。陆凡，只要你答应我刚才提出的一些条件，这枚叶家家业就归你了。我不要，我跟叶芷涵领证结婚是为了履行责任。叶家和韵雅集团，我压根儿也没想过拒绝。不要，我们叶家目前虽然有些破落，但起码也是一个市值超100亿的大公司，你就这么拒了？能力越小，责任越小。该是我的责任，我会承担；不是我的，我也懒得搭理。叶总，辛苦你跟我说了这么多，如果没什么事儿了，先走。陆凡，终于知道出来了，我还以为你要在里面待一整天呢。我倒是想，我就怕出来的时候某个醋坛子炸了。嘿，谁吃醋了？你们到底在里面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，说让我好好照顾你，以后叶家要当家做主。他一个家都不回的人，怎么可能跟你说这些？你是不是说他好处了？不信算了。哎，陆少，是你，是白凤。陆少，快去救白姐，她被赵一晨的人抓了！快去救白姐！白凤在哪儿？想死就别多管闲事，赶紧滚！他们是？他们是赵家的人，赵家对白姐出手了。小子，没听到我说话？给你们1分钟，如果不滚的话，死！无知，那我就先送你死！老大，混蛋，我要杀了你！具体发生什么事了？白凤在哪？白姐在天宫会所。今天赵一晨邀请白姐去天宫会所吃饭谈事儿，白姐担心是鸿门宴，所以就没有让我去。1个小时前，我刚收到消息，天宫会所出事儿了。陆少，求求你救救白姐吧，白姐能救她，只有你了。芷涵，你处理一下现场，让邹小姨处理伤亡。我跟你一起去。我跟你一起去。赵一晨设下鸿门宴害白凤，情况肯定很危险。赵一晨是为了我来的，我跟你一起去，才不会危险。月姬这边我会派人来照顾他，咱们赶紧走吧，越晚去，白凤就会多一份危险。好。小白姬啊，小白姬，你说你这是何苦呢？非得跟我们赵家做？是我赵家的名声不够行，还是你是江丹飞？你有什么想做的？尽管冲我来。算是个什么东西？要不是你还有点利用价值，早他妈死了！你想做什么？你白凤都愿意为了一个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小子做主，
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过人之处。赵一晨，你有什么事情就回来，你不要动陆少。看看时间，赵一晨，我来了，放了他。你说放了就放了，我多没面子。陆少，你快走，这是他设下的圈套。先是这个叶芷涵，然后是这只小白鸡。陆凡，你到底是有什么能力能让这么多啊？很简单，不知道赵大少听过一句话没有？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。你说我是失道者？那你知道我在江州赵家就是天。你到底怎么样才能放了他？放了他，你离开他，然后做我宠物，我就可以考虑考虑。你，请让他跟我离婚，经过我允许。哎呀，是这个小白鸡还是他自己去？如果我都要呢？小孩子才做选择，叶芷涵、白凤，我全都要。姓陆的，做选择是要有实力。哦，对了，还没给你介绍这二位呢，是我专门从东南亚请来的师弟，杀人如杀鸡。陆少，你别管我，我的命不要紧。他抓你是我的蝼蚁而已。你先休息一下，马上。口气不小，先解决他们俩再说。小子，准备为你的狂妄买单吧！去死！所有人给我听好，我给你们1分钟，自己断一条手臂，这里我的话，死！小子，你他妈从哪儿蹦出来的？床怎么没边儿呀？还有办法？小子，装逼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时间到。操！你既然想找死，那老子就成全你！弟兄们，上，给我砍死他！一群蝼蚁。现在到你们两个了，是你们自己解决，还是我帮你们？别过来！再过来我杀了你！既然你这么能，那我来会会你。强，快杀了他呀！那我来会会你。这怎么可能？没什么不可能，事实就摆在你眼前。别过来！我赵家可是江州第一豪门，我要是死了，赵家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是。第一豪门，别打！不敢打你是吗？那叶家呢？那叶家呢？啊，对，叶家做买卖的5千5贯，叶家，我要是死了，他受得了我赵家的报复吗？那就对了，所有人都知道叶芷涵跟你陆凡今天来过我这里，我要是死了，叶家受得了我赵家的报复吗？我赵家会立刻对叶家发起攻势。动手吧，我不怕。你，我既然撑得起第一个叶家，就能撑得起第2个叶家。这份危险，我愿意与你共同承担。
多谢路上的救命之恩。不怪你，这件事情本来也是我连累的。最近我一直跟着芷涵，赵以晨没有办法用芷涵对付赵家，所以就只能先解决我。都是我能力太差，帮不了你们。没事儿，不管是赵以晨还是赵家，我一个人都能解决。这段时间先修身养性，等我解决了赵家，你就是江州的地下皇帝。你刚刚是不是担心我，所以才没有杀了赵以晨？你别自作多情了，我那是怕自己担上人命官司。你行了，这件事情我自行去做。对了，实在是不知道送你什么好，就给你挑了一盒好点的烟。以后啊，你就少抽那劣质香烟了，越劣质对身体越有害。干嘛对我这么好？你该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？咱们两个不合适，你可千万别错付了。你爱要不要？哎，跟你开个玩笑，你那么认真干嘛？再说送人东西哪往不要？你知不知道，你那张嘴啊，真的很令人讨厌。这是我的本性，千万不能跟你身边那些风度翩翩的有为青年相提并论。芷涵，芷涵，烦，我好冷。别说话，我送你去医院。手术很成功，你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。子涵，你怎么样了？好点了吗？诗轩，你来了。你们认识？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闺蜜白诗轩，也是这家医院的院长。院长，这么年轻？诗轩不仅是江城最年轻的院长，而且还是全国最年轻的三甲医院院长。是吗？那看来白小姐的背景很深厚啊。你不会讲话就不要说话。什么叫背景深厚？我有今天的成就是靠走关系得来的吗？没什么事，赶紧出去，别耽误我给芷涵检查。叶芷涵，记得叫我，知道吗？我没事儿，你都差点在手术台上没挺过来，这还叫没事儿？还有你，赶紧给我出去！韩哥，林小姐怎么样？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。没想到赵雨辰竟然派了杀手，我们真小瞧他了。范哥，赵家的事你打算怎么解决啊？这段时间你先在医院陪着芷涵，我去找我小姨聊聊。有我在，芷涵这边不会出什么问题的。你专程等我过来，是想要跟我说什么吗？小姨，你说整个江州只剩下叶家，是不是也算好事？你这个榆木脑袋呀，可算是开窍了。放手去做，不管你做什么呀，小姨都支持你。等这件事情解决了，你跟芷涵的婚事啊，也该提上议程了。芷涵不管从哪方面来说都不差，况且这一次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替你挡子弹，这样的女人你不娶，你还想娶什么样的呀？赶紧，快去好好陪陪芷涵，快去！恶龙出渊，一生9天，时间已经到了。注意休息。诗娟已经给我检查过了，没什么事儿，很快就会好起来。这件事不怪你，你不用放在心上。之前我一直以为你是个麻烦，把你留在身边只会给自己招来更多麻烦。但现在来看，
我才是这个最大的麻烦。是不是麻烦已经不重要了？陆凡，我们离婚吧，我以后不会再纠缠你了。你之前帮了我很多次，这次我替你挡了子弹，我们直接两清了，以后谁也不欠谁。你怎么这么说？去了一趟鬼门关，我想清楚了很多事。之前我们两个阴差阳错有过那么一次关系，但是我们并没有任何感情，这样强行把我们绑在一起，只会让两个人更痛苦，不是吗？可是全江州的人都知道我跟你上过床，你就不怕以后没人要？干嘛一定要有人要我？我又不需要男人挣钱养我，非得要有人娶我。陆先生，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你就走吧。我累了，我想休息休息。那你好好养伤，先走。傻姑娘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小姨，真的是我给她惹了太多麻烦了。我现在想清楚了，我不想再连累她。凡哥，今天叶小姐刚出院，你真不打算去看看她呀？不去，她都不想见我们，我去干嘛？哥，其实你跟叶小姐挺般配的。你看，人长得又漂亮，脾气也好，主要是心地还善良。说你们俩呀，可惜了。喂，陆凡，来一趟叶家。去你家有事吗？废话，没事我叫你来干嘛？赵一晨来叶家提亲了。赵一晨去你家提亲，我去干嘛？你个混蛋！你还真打算让小韩嫁给他？上次你让小韩受伤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你知不知道你离开医院那天，小韩哭了一晚上？这次你要是再让他受委屈，我劈了你！凡哥，咋了？赵一晨去叶家提亲了。我操！这个赵一晨还真的非叶小姐不娶啊！不是他头上都绿油油一片了，他这么怕别人背后说他闲话呀？不过了，走去请亲。叶老弟，志涵，听说你刚从医院出来，我特意从国外给你带了些礼物。是。多谢赵少关心，一点小毛病而已，礼物就不用了。志涵，以后都会是一家人，没必要这么客气。是啊，小韩，你和一晨马上定亲了，别弄得这么生疏。二婶，我好像没答应和谁定亲吧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耍性子？人家赵大少在任何方面那都比你优秀的多，你能嫁给他？是我的福气，福中不知福。我的婚姻大事我自己做主，不用二叔二婶操心了。赵大少，我已经有男朋友，是不会跟你定亲的，你请回吧。小韩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你哪来的什么男朋友？你是我们叶家的一员，你的婚姻大事由我们家族决定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做决定？你这辈子只能嫁给赵大少。哎，赵大少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刚才小韩那是开玩笑的，你可别介意啊。二叔言重了，我知道志涵是在跟我开玩笑，也怪我这段时间太忙，没时间陪他。赵大少，我没跟你开玩笑，我再强调一遍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我是不会跟你定亲的。多谢你的抬爱，是我配不上你，我没有那个福气嫁入赵家，您就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。叶志涵，过分了！叶志涵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自己做过的事自己不清楚吗？赵大少不嫌弃你，你就应该感恩戴德才对，还在这胡言乱语，想气死我们呀！二婶，我的事真的不用你们操心。叶老弟，小韩
情绪。哎呀，赵董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是我们疏于管教，还请您谅解。今天的事情由不得你来执行，这门婚事是由家族决定，你不答应也得答应。到底是由家族决定，还是由你决定的？你不就是想让我嫁给他，好让叶家抱上他的大腿吗？没大没小，欠管教，你爹不管，我替他管。打！你打死我，反正我死也不嫁。哟，这么热闹，你们是在商量卖女求荣吗？陆凡，混账！外面的人吃蛇吗？怎么把从外面的放进来了？陆凡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走！哎，走什么呀？老子是来抢亲的。混账！你他妈是谁啊？他就是陆凡。哦，原来是你这个混蛋！你他妈还敢来我们叶家？叶长，是不是你叫他们过来的？你这个不孝女，你是想害死我们叶家吗？闭嘴！你敢骂我，小子！老娘今天最好给我闭嘴！不习惯。你有本事打我试试！两个送外卖的贱民也敢来我们叶家耀武扬威，真是反了天了！吃大蒜了吗？我这么臭，混账东西！来到我们叶家，你他妈是不是不想活了？你也给我闭嘴！刚才是谁动手打志涵？你别管我了，你赶紧跟富贵走吧。我问是谁动手打的？我打。作为一个晚辈，不懂得怎么尊敬长辈，难道他不应该？混账！你他妈敢打我！妈，啊，你再逼逼一句，信不信我把你屎打？真是狗胆！我的女人也敢动？这样毫无人性的家族不带了。今后跟着我，我养你。站住！你又是哪位啊？陆凡，装成不认识我的样子，很有意思。你很有名吗？我需要认识你吗？哦，原来是赵大少啊！不好意思，我还以为是哪家的阿猫阿狗。混账！你怎么跟赵大少说话的？马上跪下，赵大少磕头道歉。白痴！不过你在也好，省得我去找你。今天我正式通知你，叶芷涵是我的女人，麻烦以后离她远一点，再让我知道你纠缠，一切后果自负。还有你们，如果你们以后谁再敢用我女人的婚姻给叶家谋福利，我保证把你们整个叶家掀了。别怀疑我的话，说到做到。小子，你敢侮辱我们家少爷，你在找死！小心！这怎么弄？要动手就赶紧，一会儿我还要带我女儿去逛街呢，不要耽误我们时间，好吗？年轻人，别太自负了，老夫会会你。老头儿，你确定你要动手？你不怕闪了腰？别废话了，你今天竟敢如此挑衅赵家，老夫也想知道你究竟有几斤几两。看着！啊！方哥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你敢动赵家的人，你是想找死吗？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怎么样，赵大少，还要叫人吗？如果要叫的话，我就在这等你。不过，请你叫一些身手好过的，去群蝼蚁，我都懒得动手。看来是我低估你了。没想到江州还出了小兄弟这号人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叶老弟，今天的事情，小陈跟叶小姐的婚事改天再议。赵董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改天我一定带着小韩等。你是当奴隶当习惯了吗？你把我说话当放屁了是吧？我最后再说一遍，叶芷涵是我的女人，从今以后，你们谁再敢打她的主意，我保证后果终生。年轻人口气可真大，在江州还没人敢给我们赵家如此的话。今天会为你的言行付出代价。好啊，随时欢迎你们来找我。对了，
给你提个醒，如果以后有什么事儿，你尽管冲我。再敢动我身边的人，我保证送你上路。若凡，很快再见。这在家里吃点就行了，干嘛非要来下馆子呢？这我不是刚把芷涵接回来吗？正好咱们也得好好在一起吃顿饭了。今天稍微奢侈一把。小凡，你这已经把人给抢回来了，你们俩准备什么时候要孩子呀？啊！小姨，我只是看不惯这种豪门纠纷而已，你可别乱说。是啊，小姨，我还没原谅他呢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诗轩，芷涵，这位他是白诗轩，是江州第一人民医院的院长。上次我的手术就是他给我做的。白家，白院长不是江州本地人吧？小姨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她是我的好闺蜜，她是帝都人。上次我的手术可是多亏了她。陆凡，你也跟她见过的，印象深刻。走吧。对了，芷涵，我忘记问你了，你是怎么认识他的？他就是我上次跟你说的喝多了送我回去的那个男人。啊！嘘，你小声点。你没开玩笑吧？你的意思是，他就是夺走你第一次那个男人啊？唉，芷涵呀，你命真苦。你了解陆凡吗？你知道他是个怎样的人吗？怎么看他那个小姨都不像是普通人。他也不是普通。什么意思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老感觉他们两个来江州，好像是为了躲避什么事情。之前我派人调查过他，只能查到他近2年的信息，2年以前是一片空白。一片空白？怎么可能？要不我去帮你查一查？算了，查来查去都是一样的。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赵一成那边不会轻易放过你的。我也不知道。谢小姐，这么巧，你们也在这吃饭呢？这都是的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他应该是个大傻子。我赵家灭只有来了家大事。是这样。哎呦，咱们真是有缘呢。哎，在这也能碰到，要不我在旁边也挺好的。咱们吴雨洁，我跟你不熟，麻烦你该干嘛干嘛去，不要打搅我们。要是不愿意去的话，介不介意在这儿添副碗筷？很介意。我再告诉你一遍，你不要打搅我们。我跟芷涵有事要谈，请你马上离开。白小姐，差不多行了。你什么身份？我们杰少什么身份？以我们杰少的身份，能如此客气的待你，你应该感恩戴德才对。你知不知道江州有多少女人费尽心思，就为了跟我们杰少吃一顿饭？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白小姐，见好就收吧。你应该清楚，如果把杰少的东西，他一个电话就能让你失去那个院长的位置。无知，诗轩院长的职位那可是城主钦定的，你们吴家还不配拿下。叶总，这好像没你什么事儿吧？我劝你还是闭嘴。我要是不闭嘴呢？叶总，你最好识时务一点嘛。你虽然还是叶家的大小姐，但是此一时彼一时了。你的情况你应该清楚吧？先管好自己的事儿吧。要是这个时候你再出什么事儿的话，那我相信陈少应该不会管你。吴雨洁，你要是敢动芷涵一下，我保证你一定会后悔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让我后悔。吴雨洁，我跟芷涵要吃东西了，麻烦你马上离开。诗轩，
我要是一定要跟你吃这顿饭，吴雨洁，你不要自找麻烦。哎，我这个人最不怕的就是麻烦了。你不要被我发火啊！哎，你要发火呀？我还没见过你发火呢，让我看看你发火长什么样。吴雨洁，这太过分了！叶芷涵，我给你脸了是吗？让你闭嘴，你听不懂啊你！我在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啊，不然的话别没有干，残花败柳，还真以为自己是赵逸晨的掌中宝呢。吴雨洁，你给我闭嘴！再说一次试试。再说一次，是你自己接，好来才让猪给拱。你他妈敢打我！啊！小子，你他妈找死！骂谁是猪？你竟然敢！你是叶芷涵那奸夫？你才知道，原来是你呀！你怎么敢？啊！你信不信？我保证你活不过3天，3天之内我弄死你！别3天了，就今天。我大概还有半个小时吃晚饭，给你半个小时时间。行，你小子有种啊！我要弄不死你，我跟你姓。陆凡，你太冲动了。他说话虽然难听了点，你也不应该把他打成那个样子呀。可能你不知道吴家对于江州来说意味着什么。以他们吴家的能量，想要对付你的话，你该不会是心疼他吧？陆凡，你这嘴怎么那么令人讨厌？师兄这是在担心你。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。吴家的人应该马上就要到了。我要是你，我一定现在就离开这里。我刚才也算替你解了围，你不应该跟我说声谢谢吗？多谢，不过你还是马上离开吧。我的安危不劳你们2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担心。如果我怕惹上麻烦，你们可以先走。陆凡，吴家可不是小家族，更何况小姨还在这里，要不你带着小姨先走吧。放心吧，芷涵，有小凡在这儿啊，我不会有事儿。小姨，芷涵，你跟我过来一下。师娟，要不你还是走吧。芷涵，你是不是喜欢陆凡了？你说什么呢？我这是担心你。陆雨洁，他不会这么善罢甘休的。待会儿他要是叫人过来，那可就麻烦了。那你跟我走吧。陆凡说的没错，我们2个手无缚鸡之力，待在这儿也是个摆设。我不能走，他是因为救我才得罪吴雨洁的，我不能就这样撒手不管了。师轩，你先回去吧，等我处理完了给你打电话。你怎么处理？吴家的势力你能抗衡得了吗？叶家除了你爸，没有人愿意管你。就算你爸想管你，那他也是有心无力啊。更别说赵家了，赵家更不会管你，你也不可能去求赵家。这件事情你解决得了吗？你留在这里唯一的用处就是和他共患难。我说的没错吧？哟，看来我们江城的第一冰山美女真的动凡心了呀。师兄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拿我开玩笑？你赶紧走吧，你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你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而起，交给我吧。小姨，要不你先自己打车回去吧，有我在这陪着凡哥就行了。明天我再请你吃饭。放心吧，这件事情啊，不用我们操心了。小子，我告诉你，我吴家可来人了。现在就算你跪下来给我磕头道歉，我都不原谅你。还有你们2个贱人，看我一会儿怎么折磨你们啊！王总管，怎么就你一人来了？不是你带着人呢？介绍，你爸让我接你回家。听清楚我的问题，我问你，我让你带着人呢？介绍，请息怒，您先接个家属的电话吧。哎，吴大少别走啊！你今天不收手啊？你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！
小姨，你明明知道韩世轩能解决这件事，你还让我出手干嘛？白家实力不俗，你能与他结缘，对你日后也有好处。白院长，今天来麻烦你了。小姨客气了。倒是你，你把吴雨洁打成这个样子，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你多注意点。我就在这等着他来报复。你就算不为自己考虑，也得替小姨的安全考虑一下吧。要不是为了芷涵，才懒得跟你死。白院长说什么？没说什么。小姨，听芷涵说你最近身体不太好，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我帮你把个脉。是啊，小姨，师轩医术很好的，你快试试吧。那就有劳白院长了。师轩怎么样？小姨，你是不是受伤了？这都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，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。师轩，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治疗啊？我现在也不太好下定论，要给小姨做进一步的检查才行。你要是方便的话，可以跟我去一下医院，我给你做一个全身的体检。去你们医院也没用，不过你能看出来小姨身体不好，证明你还有点本事，没给你们医院丢脸。你怎么知道我没办法？我说没用就没用，如果小姨的病这么容易治好，何须等到今天？白院长，你别跟小凡拌嘴，他脸皮厚，你办不过他的。我这个身体啊，我自己知道，需要时间慢慢调养，就不劳烦你费心了。小姨，要不还是试试吧？都说治不好了，如果你要真想帮小姨的话，那你就找一味药材，如果能找到，那就本事。什么药材？龙涎草。龙涎草？那是什么东西？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？那只能说明你的知识储备太少。如果你能找到龙涎草，算我欠你一份大人情。不稀罕，你给我1个月时间，我给你打服。师轩，小姨，我先去哄哄他，等事情结束之后我再来拜访您。去吧。陆少，我查到了您想要的线索了。在哪？我查到当年对您和陆小姐下手的人，似乎和赵家有关系，也正是从2年前开始发起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赵家，又是赵家。既然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找死，那就别怪我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什么事儿，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。平时啊，多注意一点。你现在呢，已经出现在各大家族的眼中了，尤其是像赵逸晨那种人，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。一定要避免像芷涵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。知道了，小姨，就放心吧，你好好养伤，剩下的事情我来解决。要不，咱们的账来算算。操！敢他妈抢老子的钱！陆父，今天这件事，老子一定让你付出代价。是吗？赵大少想让我怎么付出代价？你怎么进来的？这里是我家。我知道，就因为这是你家，我才专程找上门的，否则岂不是跑空了？你要干什么？当然是找你算账。来人！来人！来！赵大少，就别白费功夫了，那些人已经被我处理。是个白眼狼！你能爬到今天的位置，那都是老子给你的，你不能这样子！你爬！我的问题只问一遍，不回答或者回答错误，后果自负。2年前，赵家是不是接到过一条命令，追杀2人？是。对方是什么身份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呀！我抓一个叫佛爷的人，他一直在找2个人，我剩下的什么都不知道了，我真不知道了，我也是是啊！你要干什么？
你想知道的我都告诉你了。不能杀我，我是赵家大少爷呀！我是赵家。赵家都快没了，赵家大少算什么？帮我查查这个叫佛爷的人，我倒要看看他把手伸到哪。儿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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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这是谁干的？查出杀害我儿子的凶手，让他碎尸万段。是。这到底是怎么？家主，房间里面都查遍了，查不到任何有用的东西。什么？你是他妈废物吗？是被人杀害的，你查不到一点线索，真他妈饭桶！找不出凶手，我让你们统统陪葬，去杀！是。儿子，你死的好惨啊！你生前惦记的那个女人，到死都没有碰上，你死不瞑目吧？你放心，我一定满足你的心意，我让陆凡和叶之涵一起给你陪葬。喂，佛爷，当年的那个人找到了。好，那陆凡终于让我找到，我抓到就带我去领赏。陆少，您找我。关于佛爷，你了解多少？佛爷，他是整个江州的地下龙头，赵家幕后的金主。赵家能有今天，全靠他一手扶持。不过我听说，他今晚要准备寿宴。寿宴？没错，他身为地下龙头，会广邀江州的各大名流为他庆生。今日的寿宴上，各大名流也会悉数到场。我也是。好，凡伤害我小姨的人，我一个也不放过。今晚的寿宴是最后的晚餐。你们两个密谋什么呢？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我哪有事儿瞒着你啊？你是不是把我当傻子啊？你们两个把瞒着我3个字都快写脸上了，真以为我看不出来？快说，到底在背着我密谋什么呢？真没有事儿瞒着你，我跟白凤在这聊天呢。不说是吧？那你以后别来找我。志涵，再给我几天时间，等我把事情调查清楚，我一定把所有的事情都给你交代。除非这混蛋追上来挽留我，否则我绝不原谅他。白凤，赵逸晨现在已经死了，赵家人恐怕会狗急跳墙。你派几个人保护志涵，务必确保他的安全。陆凡这混蛋，要是再不来挽留我1次或2次，我绝对不会原谅他。陆凡，你混蛋！白凤，跟上去，赵家的人很有可能对他下手，你务必亲自保证他的安全。现在就去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这个陆凡不来挽留我就算了，居然还当着我的面跟白凤那个狐狸精搞在一起，真是气死我！以后休想我再原谅他。你们，哎，你干嘛？车我买了，还留100万。哎，啥意思啊？哎，这不是叶家的赘婿吗？他不在家洗衣服做饭，来佛爷寿宴干什么？佛爷呢？滚出来！陆凡，你不和叶芷涵那个女人一起给我儿子陪葬，来佛爷的寿宴做什么？送你们上路！狂妄！我还没去找你，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。今天我就让你为我儿子的死付出代价。从你伤害我小姨、追杀我的那天起，你就应该想到会如此下场。今天，你还有佛爷伤害我小姨的人，一个都不定。哈哈哈哈哈！狂妄自大！佛爷可是江城的地下龙头，想让我们付出代价，你先想想，你有没有那个能力？有没有这个能力，待会儿就知道。佛爷呢，
赶紧给我滚出来！放肆！在佛爷的地盘上还敢这么嚣张！我现在就让你感受一下，得罪我们的人会落个什么下场！给我拿下！陆凡，我知道你很能打，为了对付你，我特意请了2大高手，他们可都是顶级的杀手。今天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救不了你！我动手！说话？怎么不说话？你不会是被我请的2大高手吓得不敢吱声了吧？要动手就赶紧，别磨磨唧唧的像娘。好，你还真是不识死活，给我上！现在我没有资格。陆凡，你的确能打有个屁用！实话告诉你，你老婆叶芷涵在我手上，你要不想她有事，乖乖听我的。东西，竟敢绑我老婆！来，给她看看。没想到吧，陆凡，你老婆居然落到我手上，我想怎么对她就怎么对她。东西，最后把他放了，要不然也会让你后悔活在这个世界上。你就杀了我！你看看杀了我，你老婆还能不能活？来呀，来，弄死我，让你永远见不到你老婆！来呀！这是在玩火！怎么怂了？能打有个屁用！像你这种小瘪三，再能打也只会被我踩在脚下。劝你还是认清现实吧，能让你老婆死，现在马上给我跪下！这是在找死！我就是找死！怎么样？我还真想看看叶芷涵那个贱人到底是怎么死的呢！东西，你要敢碰他一根头发，我杀了你全家！到现在你还嘴硬，我数3下，要是再不给我跪下，我让你后悔终身！1、2，现在很生气。3，哎呀，打电话识别，哎呀，这小瘪三看看他老婆怎么被我打死的！不用麻烦赵家主打电话了，我自己来。芷涵，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还好白姐及时出现救了我。没事就好，干得不错。叶芷涵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我派去抓你的人呢？就你派上去那2个小喽啰，我随便动动手指就把他们解决了。现在应该被抓起来大牢了吧？白凤，你只是一个地下的小头目，你敢对我的人下手？我赵家背靠的可是佛爷，只要他想，分分钟就可以灭你满门。赵家、佛爷，过了今晚，他们2个都会走。你放屁！我赵家是佛爷的附庸，就算再过300年，赵家也绝不会灭亡。真是痴心妄想！我留你一条狗命，就是想让你看看佛爷是怎么亲手被我捏死。光是你，你老婆叶芷涵，我要把你们碎尸万段！我跟你的仇不共戴天！哎呀，共戴天！东西你也配？仗着佛爷给你撑腰肆无忌惮！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你的靠山是怎么亲手被我捏死的！佛爷，给我滚出来！还真是在找死！你得罪了佛爷，他会让你后悔活在这个世上。陆凡，你们还是先走吧。佛爷可是江州的地下皇帝，以他的实力，我们叶家都得罪不起。放心吧，有我在。可是我听他们说，佛爷在江州的地位手遮天，我们真的斗不过他的。我们快走吧。现在想走，晚了。今天是佛爷的寿宴，他陆凡在佛爷的寿宴上大放厥词，侮辱佛爷。今天也只有死路一条，就算耶稣来了，救不了你。你们2个老东西还没死呢，我怎么能走？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你的靠山是怎么亲手捏死。佛爷马上就到，我倒要看看。佛爷到，你还会不会这么嚣张？佛爷，赶紧给我滚出来！年轻人还是不要太狂妄了。陆凡，
你不是在搞佛爷吗？请吧。芷涵，你跟白凤在这里等我，我马上就回。不行，我要跟你一起去。很危险，白凤照顾好他，走吧。我想你现在应该给陆凡一些信任，他一定会没事的。佛爷，人我带来了。佛爷，他就是陆凡。不错，你可知道我邀请你见面是想干什么？被我打死。小心你找死！陆凡，你还真会开口。今天我叫你和赵家主一起过来，是为了解决你们赵家的事。你们两家呢，没有必要斗得死去活来。这件事情啊，就此作罢，息事宁人。就当你给佛爷我一个面子。给你面子？怎么？你是不打算给我面子？你算什么东西？配让我给你面子？你别太狂妄了！坐在你面前的可是江城地下龙头，一句话就能将你挫骨扬灰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们两家的事就此作罢，息事宁人。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？哎，别太拿自己当回事儿。我说过，赵家断子绝孙，说到做到。小子，不要太盛气凌人，如阴沟翻船。你的下场也会跟赵家这个老东西一样，一个也不。完了，完了！小瘪三，这么跟佛爷说话，简直是翻了天了！行了，别废话。你们是想一个一个死，还是一起死？陆凡，你当真要跟我作对？你让我小姨受伤的那一刻起，就发誓不报仇，不死不休。狂妄自大，跟我斗，你也配？住手！教训！是，敢跟佛爷这么说话，你算什么东西？现在你说我配不配？小子，我警告你，你别过来啊！走啊！小子，你当真以为你能斗得住？不试试怎么知道？你都一把老骨头，也没几天活头了，不如让我认识。原打算过2天再去找你，没想到你竟然自己不成。既然你自己不知死活，那就别怪我。就这3脚猫的功夫，不过如此，还不够我练手。明明可以杀了我的，为什么还给我留一口气？杀你简单，但我要做的不仅是杀你。说，这件事情是谁提醒的？谁派你来抓我的？要怪，就只能怪你身上背负的积怨太大。只要抓到你，我不仅称霸天下，还能成为江州的王。称霸江州，这就是龙家许给你抓到我的好处。说，你是龙家哪一派的？你怎么知道是龙家之手的？你怎么知道是龙家之手的？我本应该是龙家的继承人，说我是怎么知道？你没事吧？芷涵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姨跟我爸说要来找佛爷，我们就跟过来了。佛爷，总算是落在我手里，我看你接下来还往哪逃？稍息2小时，有我们在，逃不走。情况有变，陆凡回来了。该死，你能拦住他？他刚刚做了什么？他用秘法传递了消息，现在龙家应该已经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了。小凡，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既然藏不住，那就不藏，杀回京都，血债血。芷涵，留在我身边会很危险，你还愿意跟着我？我愿意。